吃素的要用塑料，塑料的三声啊。中原是消除消灾还是什么？清晰大地。上元是紫为大地，中原是清晰大地，下元是动阴大地。天官赐福，地官消灾，下水官啊，水官下元水官，水官是劫厄。三官大地三界宫，天官、地官、水官大地。空啊，路了海呀。你看，上元四福了，四福天官紫为大地，天官四福，上元四福，天官紫为大地，中元赦罪，地官清晰大地，地官赦罪了。是赦罪，刚刚讲消灾，我该更正一下，是赦罪，地官赦罪，地官赦罪，中原赦罪，地官清晰大地，下元是解厄了，水官洞悉大地，山洞的洞，阴哦，阴阳的阴嘛。你看这里有动阴大地，水官动阴大地，阴阳的阴动，山洞的洞，阴阳的阴，动阴大地。